恁摆农村的人想尽办法要离开农村，总系因为讲无才调的人，哪会留下睇家乡？更加就算有个人睇家乡，也有过好嘅发展。农村的人因晒出去嘅情形，还系过难改变。民国87年入归到台东鹿野做社区工作嘅廖仲勋，伊看到5年来鹿野嘅人口第一年30万3人，增加到50万、70万3人。俺需求开始สู่放养家下，还是一年有100万人国家去鹿野了哦。归鹿野嘅后生人，如日渐日变多诶。以意味讲，上海归家乡嘅后生诶，差唔多如几个地。不过后生人爱留下下来，能系重点。故所以团店家合作，个配合政府资源团创意，向下行销利益大家本，上海故乡韩国有发展。有能力去支持后生人回家乡当建，更加政府嘅扶托案计划所得哟，加鹿野后生人回家乡，如果顺势下，机会有增加嘅么？之前我小姐的时候都在台北呢。小姐说我在台北嘞，你看回来乡下嘞，很委屈吗？刚开始很委屈。从来就唔是讲中国，系美讲是过年前老公的铁工厂竟然出来问题，廖燕妮绝对唔会这个轨道录下来。佢妈讲，佢当时系没有按到嘅兄弟姊妹，他家讲得来做，佢真嘅乃唔好。如果不是你有5兄妹这样子互相支持，其实回来的人其实都是单打独斗，对不对？对，那真的是很难做起来，很难做起来，因为你前几年你还没稳定之后，几乎都是在赔钱。那你没有这个金钱的话，你要怎么赔得起？几多家乡的人家家弄起等人痛骂，其他提饼过辛苦，有的人做到半年半餐就走诶。做乡长的李国强，佢当年嘛希望后生人做得过来，做乜嘅弄好。唔过佢嘛董事长也讲，迄种冇规划，冇想到爱过来就过来。在这边没有很大的一个所谓的面向让他做发展的时候，他是会耗尽他这么长的时间在外面辛勤去工作，去打拼所累积的一些资金。好，所以。如果完全没有准备好的话，返乡，我的看法是会比较有点啃老。已经几多家乡，其下年的廖仲勋，佢妈讲，假使地方的环境还冇拉好，后生人又冇做好准备的情况下，爱归去家乡么，真紧爱面涨来。不过佢妈知道，同农摆比起来，也下系归来鹿野最好的时机。大概最近10年来，尤其最精华5年。鹿野年轻人回来还算蛮多的，因为游客量也许从30万人到50万人，到70万人，到热气球开始夯的时候，有突破100万人。我们的民宿从1家到鹿野乡，现在超过50-60家的民宿，那也相形之下，它造就了蛮多的就业机会。那所以这些年来还算蛮多年轻人，就是陆续返乡。哪怕是回家里帮忙，或是到休闲产业的这方面去做就业。1、2、3，跑，用力很好，继续再跑，不要停哦。OK， 不用跑了。从细就考教比行在总田安，就是啥都也摆喺机会，几多家乡来发展呢？其中一个后生人。当时就是回来。家乡玩，然后刚好这边又开始飞行展，他有停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刚好自己附近的哥哥在经营这个，然后刚好有缺啊，然后问我说要不要过来帮忙。另外种是条路是得4年，后得嗰头嘅比行闸发通，就个兴起来，佢真有机会就个几多鹿野来。总共几多家乡最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就是爱有钱赚。工作吧，觉得应该是工作，最主要是工作，对，要找到稳定的工作，经济能力，有办法找到正确的经济能力这样。廖仲勋回到家乡按多年呢，佢亲弟啊13年做又一辛苦嘅，
故所佢希望同地方嘅業者結合起來，相幫相聽，麻痹想要回到家鄉嘅人，創造更加多嘅可能。98年，佢透過文化部嘅資源，成立嘅綠野文化生活圈，將會將公共經濟做到更加大。我們是希望說，你來到鄉下，那不用只是單一的點。那你今天你要喝咖啡，我們可以到咖啡的專業的店；你要喝好喝的茶，我們有這個茶的部分；你要做 DIY 體驗，我們有店。我們變成大家，你看合縱連橫。那你來的時候，你就是可以在這個邊玩個半天，也可以玩個3天。同工業弄健健強下，利用特產人的好條件，所以潛對的方法，老店嘅嘛做得變出新的光景。前一個成功案例叫新鹽倉，它從原來已經慢慢走下坡的一個老茶工廠，到後來找到方向契機，它已經變成台東最亮的這個茶文化館。所以這個點我們是一個一個去串聯，那把一些有潛力的，把它能夠發揚光大。我們做茶，你們會不會剪刀石頭布？透過社區嘅介紹，安尼參觀茶工廠嘅戶外教學，就親像係來到遊樂園咁樣，使人哋學到嘅有關茶嘅知識。店頭家未創到最好嘅 sales， 兩頭弄樣。所以我們遇到蠻多的客人，就是說，都是小朋友先來做過體驗，在學校的戶外參觀教過體驗之後，才說，爸爸，我知道哪一間茶很好喝呢，我有去喝過。不然就是他小朋友帶着他爸爸。結果爸爸帶着一群人來一起擂茶。冇按到嘅人力就開無人做嘅落實商店，唔單止降低人力成本，還開發了新嘅景點，兩頭弄樣。你看我們的綠色隧道，你就是很適合來這邊散步。我們這個地方社區沒人，我轉個方向，我的店開的是無人商店，反而它是一個品牌、一個口碑的東西。有東西三唔啲會賣到哪去？今年就其他拍呢一類，含到2626嘅農村市集下年來買。我們邀請大家一起來辦市集，2626市集如果2攤、3攤、5攤，它真的是哩哩浪浪的市集。不過當你是20攤開始變30攤到40攤到50攤的時候，嚇死人呢！總嘅地度係有做鬧熱，也係拍賣嘅發通。沒聽錯，我邀請今年來擺大咩？一下2626對本地人知道做唔上頭路嘅農村市集，變做嘅推動最大嘅事情。後生人咩度假嘅創業嘅機會，兩頭贏。就係愛有錢大家村，2年前廖仲勳又透過經濟部中小企業嘅輔導計劃，策劃8個店頭家成立嘅8個野路。我帶頭來共同行銷。8個野路是那個是我們鹿野那個廖仲勳有沒有？那個他來推薦的啦，他來找我的。那我想說，參加應該也不錯啦，就是共同行銷嘛，打知名度這樣啊。反正一個人我也差不多了，也有口碑了。我自己一個人行動不是比較自由。可是沒有，不是我的觀念不是這樣，因為我們是在地鹿野鄉這個人哈，我們就是要互相扶持，不要說太自私啊。假如我今天借4台遊覽車，我家最多接2台，那我2台先去你那裡，我們互換，懂嗎？那一天下來，它的遊程跟體驗活動，我們4台遊覽車都吃得下來了。尋到方向，用錯嘅方法。雖然政府嘅輔導計劃結束嘅，今年嘛動產業建做定下去，安尼後生人就會知道，回到家鄉來我有搭隊，係做得落腳嘅蔬菜，安尼亦不卡你，咪做得野蠻呢。回來這邊會比外面好嗎？當然會啊，因為是自己的家嘛。那因為這裡的人力也比較不好請。然後就是一方面回來幫忙，然後一方面就是也是讓自己就是能接下家裡的事業這樣。你下撞下行看到後生人攏總到那邊打拼，做過年搶命也係有年節有乜個喜事啊，真有賺了。
我知道安阳对因哩也安阳文化唔好，我希望讲新人会多来转来接因哩嘅书吼，啊，大家强下。我们用那种傻瓜的精神，就像我们那个书包在讲8个野路有没有？在谈的是用比较务实，而且比较能够阿 Q 的精神去做家乡的事情。当然那个叫大智若愚啦。你看起来我们笨笨的，不过我们还蛮知道我们要做什么的。有个食材，大家勤俭来，无计无高。路野后生人以为忌讳，有人备上天，有人入做下，有人同食材的重点茶叶。未来今年计划要结合下那多的人同资源，做到下那太来，为后生人回到路野按初体的蔬菜，嘛做得有发展。